经学校决定，因为违反校规，私自在宿舍使用电器，给予美术系雷闪闪同学警告处分。以前嘛，我都见不着他的人，我还能在家里面看看书、弄弄花什么的。现在他只要一下班，准点回家，我就得赶在他下班之前赶紧把饭弄好。哎，晚上就跟粘在我身上似的，可烦了，真的可烦了。我现在觉得我特别需要私人空间，特别需要出来透透气。哎呀，你不是以前老嫌着烦吗？现在怎么了啊？我懂宁可风。是不是每天24小时，他随时回家都要啪的一下就把你给扔床上，不管你在干嘛，你在。对不起，我们这儿。最重要的